关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是台湾冠春的大本营。为了要让更较侪人知影讲冠春呢有真侪美食，有真侪美食的好滋味，关国局举办这个冠春美食的推荐比赛，经过5天的评选，参加比赛有37间，冠春的餐饮店有15间得到推荐。像讲呢，食起来真 Q 的这个陕西皮蛋面，佮有东北加鸭肉，还有将这个豆腐切甲敢若头毛丝这个文殊豆腐，拢是真好食的美食。 总铺三件倒伫豆腐顶面，切干的幼绵绵的豆腐丝，再搁放入去高汤内面煮。这花用功夫菜叫做文殊豆腐，一块豆腐至少就爱切600多刀，绵一绵非常赞的口感。曾经有乾隆皇帝有教人食到这料理的时，是俄罗斯的特质，伊嘛有摕到冠春美食推荐赛历史传承奖。一桌4人吃的要3块豆腐，要2000刀，这要吃这道菜。 我是手要这样2000次才能够做这道菜。由高雄观光局举办的冠春美食推荐赛，37间的餐饮业者参加，最后15间入选，分做3大类。亲像一位美食点心类的皮蛋面，伊的口感非常 Q， 人客要食面进前拢会像安尼，有看卖。扎实，因为其实面条拉起来蛮重的。 也有餐饮小馆类，这是冠春的手路菜，用2片姜啊，将这假肉给包起来，再搁豆腐落去煎，煎干的酥酥胖胖，食过的人客拢讲有够好食。 很香很软这样子，这个菜是我在台湾其他地方都没有吃过。我也很开心今天能够得到一个特优。另外，福美美食类有真特别的香猪羹，这猪皮卤甲金金，也搁当做润饼皮，该包鸭料入去，互人食甲真婀娜的冠春美食，互真侪人找回藏伫记忆内面的老滋味。